主啊，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你也是我们那唯一向前的那个最大的目标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候，求你能够让大能降临在我们当中，能够兴起我们那渴慕你的灵。主啊，我们要寻求你，寻求你。我寻求你，主啊，我们要寻求你。我寻求你，我们要谦卑自己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自己，屈膝在至圣所里。我寻求你，从心深处呼喊，我活着为要日夜不停时求你。让我们一起开口来寻求主。我寻求你，耶稣，我寻求你，耶稣，谦卑自己，屈膝在至圣所里。我寻求你，从心深处呼喊，我活着为要日夜不停时求你，愿你降临，彰显自己，开我眼睛，看见你无比的远离，愿你降临，大能你荣耀在这里，与你相遇，进入那更深之地。我们再一次的开口，寻求我们的神，寻求我们的主。我寻求你，我寻求你，谦卑自己，屈膝在至圣所里。主啊，我们寻求你。我寻求你，从心深处呼喊，我活着为要日夜不停时求你。主啊，愿你降临，愿你降临，彰显自己，开我眼睛，看见你无
眼睛，开我眼睛，看见你无比的美丽，愿你降临，大能的荣耀在这里，与你相遇，进入那更深之地。让我们有一个与主祷告、与主敞开的时刻。我们生活中、生命中有很难放下的东西，很难放下的事情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勇敢的对主说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勇敢的来寻求主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的心，有时候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的教会，主啊，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中，你能够用你的爱来柔软我们的心，带领我们，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，真正的坚定的依靠你，耶稣，愿你做王掌权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求你降临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心。纵使我们的心有时很刚硬，求你用你的爱来柔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你的美丽，看见你的爱。主啊，我们要与你相遇。求你的大能降临在我们当中，哈利路亚！愿你降临，彰显自己，开我眼睛，看见你无比的美。降临，大能的荣耀在这里，与你相遇，进入那更深之地。让我们一起再次对主说：愿你降临，彰显自己，开我眼睛，看见你无比的美丽，愿你降临，大能的荣耀在这与你相遇，进入那更深之地。主啊，我们要与你相遇，与你相遇，进入那更深之地。